之前传出讲，国防部甲文化部等个协调，要甲中正纪念堂遗堆的草案刷到外口的广场，要落实转型正义。今仔日文化部长李婉伫会议时表示讲，目前是还未定案，也毋过伊是强调讲，望转型正义的工作未去分裂族群哦，嘛望讲大家毋通袂记起过去的历史，嘛爱重新来看待新的时代。 脚步有力，动作整齐，每点钟中正纪念堂的3本仪队交接，侪国内外游客拢会到现场看。进前国防部甲文化部协调，为着落实转型正义，规划甲仪队草案刷到自由广场。拜三文化部长李婉接受立法院教文委员会质询，强调还在规划，还未定案，无希望造成族群分裂。部长，您认为把这个仪队操演移到户外，它至于转型正义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第一个，这些三军仪队本身的 表演很自然。第二，还是能够更吸引观光客。第三，也是考虑民众上的观感，他能接受。历史上留下来的一些威权的建筑，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的族群对它两极的看法。简而言之，我不希望处理之后变成是一个撕裂 族群的一个更严重的事情。文化部长李婉表示，文化部对中正纪念堂的转型已经讨论处理真久，譬如内底的展览内容就加入台湾民主化的过程。针对基队敢要耍为操演，各界嘛有无同的看法。李婉讲，徛伫政府的角度，希望做到，互大家会记得过去的历史，嘛会当重新看待新的时代。大家在去那个地方时候呢， 就是看到仪队，但是对于这个蒋介石的功过，大家自有一些的一个解读，不会因为你参观了一下，然后呢就对于这样的一个伟人开始是崇拜或是摧毁。中正纪念堂的转型，你要发挥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旧的历史要翻过去，可是不能遗忘。翻过去之后，大家重新面对新的时代。所以我最近会巡回全台湾，展览所有 年轻人对中正纪念堂想象的那个建筑物。文化部表示，中正纪念堂起维宽化有3大重点：第一，除了展示少年辈对中正纪念堂的想象以外，第二是爱改造周边的环境。因为基队操演安怎变动，目前还无定案。目前规划未撤离基队，而且未予基队拍至南河。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。